讲到这泡菜呢，通常拢是用挂菜去做，不过这新竹北部的社区有开发新做法，因用这菜头的叶啊，用这粗盐甲生过，再去泡，这款泡菜食起来袂酸酸，而且佫有淡薄仔牛奶的香气。咸椒啊、蒜头浸芳了，加入山楂肉，再来甲今日的主角菜头叶泡菜，做伙放入去炒好色。虽然片起来已经是香杠杠，不过炒熟了，该南接送入电锅吹，这出客家泡菜控肉传统料理再当算完成。我觉得这种的蛮香的，比较香呢。大菜有点酸味啊，它是比较不会是酸味，都会有点奶香味。对，所以会跟一般外面的不太一样。我们会把它做成就是梅干菜，然后雪里红，然后菜脯，然后菜脯米，就萝卜丝。虽然泡菜控肉四季拢有，不过内底用的泡菜一般拢是用挂菜。新竹县北部乡有社区利用这款叫金钩子的菜头叶啊，用粗盐先生过了，再去摕去拍粒，做出直接才食得到的菜头叶泡菜。在早期客家人他会用他仅剩的土地，因为那时候的土层并没有很厚，所以我们如果下去种大萝卜的话是种不起来的。所以唯一能够有的品种就是金钩子萝卜。基本上面这个金钩子萝卜跟客家人过往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。吃起来比较脆，它本身就比较小啊。它就比较小、比较脆、比较甜。来到菜园，农民讲卖看这款金钩子菜头细细粒啊，伊规个拢通食。顶悬的叶啊，甚至菜头皮拢有不同的食法，对当地客家族群生活来讲是真重要的食材之一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